我欣賞周深咧，因為佢係一個非常優秀嘅歌手，佢非常專業，唱歌好誠懇，可以將短短嘅流行歌咧唱成一個小歌劇一樣，裏邊嘅人物係有血有肉，裏邊講無論係悲歡離合啊，因為憤慨激昂啊，因為勵志啊，所有歌嘅表達咧都非常之好。我聽過佢嘅歌，就算佢未到30歲咧，已經唱歌咧係非常之能夠深刻咁樣咧，係將個故事同大家唱出嚟，即係非常動聽。因為你睇到佢啲舞台製作咧係用好認真嘅，咁同埋咧就已經係成個行裏邊都出晒名，即係佢練歌練到後邊啲音樂師咧都覺得夠啦，佢哋仍然咧係要唱得好。咁我亦都去過佢幾個音樂會，即係滂沱大雨裏邊唱3個鐘頭咧，佢照唱嘅。當然啦，即係佢本身嘅音色啊、音域啊都好出眾，好敬業，對啲聽眾咧同埋啲觀眾咧係非常之忠心，即係將佢自己最好嘅表現出嚟。你睇到佢嗰啲演唱會咧係確確實實咧係想最好嘅視聽嘅感覺咧係俾啲觀眾嘅，所以我認為咧佢係好值得欣賞。有機會見過佢3次，好和善，好活潑，一啲都唔拘謹。同埋咧，即係大家講嘢嘅時候咧，就好似朋友一樣。我第一次見佢應該係2023年，我自己好拘謹，因為我未試過有後台咧係同啲歌手直接見面。點解我想見佢咧？因為我喺2022年嘅時候咧，就曾經隔離咗28日。咁嗰段時候咧，喺個酒店嘅房裏邊咧，練習我自己行路咧，都係聽佢嘅歌。咁佢陪咗我28日，所以2023年我有機會咧，我就同佢去 say hello。我好拘謹，但係佢埋嚟咧就拖我埋去佢側邊咧係影相。所以你睇到佢嘅人咧係好可親。我係香港粉絲會嘅一員，我係見佢哋大家咧都好熱誠。有時咧就交換禮物，咁我由2024年開始咧就每年做一個月曆，就送俾我哋嘅成員。點解揀月曆咧？因為我認為時光係好寶貴，就希望每一個攞到個月曆嘅人咧，都好好地利用佢時間，即係令到佢生命咧係更加充實，做啲有意義嘅嘢，做啲出眾嘅嘢。我哋呢位朋友，我相信佢都係做緊呢啲事。如果有機會見到周深講咧，我就會話多注重你嘅健康，健康係大於一切，休息體檢，多啲時候陪爸爸媽媽，你唔會後悔。